教師係教育嘅專業團隊，我哋嘅社會對教師一向抱有高度嘅期望，十分着重師德。教師嘅一言一行係學生學習嘅楷模，對學生嘅成長起住關鍵性嘅作用。教師承擔住培育年青人嘅重任，唔單止傳授課堂嘅知識或者技能，更重要嘅係通過課堂內外同學生嘅接觸，言傳身教，培養學生正面嘅價值觀同埋態度，鼓勵實踐良好嘅行為。打從課程嘅持續更新、教學策略嘅範式轉移，又或是評估方法嘅轉變，凡此種種，每都要依靠教師嘅專業操守同埋精神。仲有嘅係教師團隊之間嘅相互協作，發揮集體嘅智慧、專業嘅判斷，先至可以成事。社會發展急速，時代不斷進步。作為小學嘅領導同埋教師，都要重新認識我哋嘅課程，特別係課程嘅更新重點。我哋希望透過唔同嘅學習、唔同嘅改變，令到我哋嘅小朋友可以達至小學7個學習宗旨。作為教師，我哋一定要時刻更新我哋一個學習概念，為我哋嘅小朋友創造空間，等佢哋得到全人發展嘅機會。一個機構嘅成敗，在乎有冇足夠嘅領袖；一間學校嘅成敗，亦都在乎有冇足夠嘅課程領袖。領袖能夠全盤思考，同埋同儕不斷學習、不斷改進，應付千變萬化嘅社會，幫助學生投入全人發展。積極鼓勵老師參與專業發展活動，按着佢哋嘅興趣、能力，讓佢哋發展所長。將佢哋所學嘅帶返嚟學校，配合學校嘅發展需要，優化現時嘅教學以及評估，讓我哋嘅學生能夠面對未來。對內塑造教師團隊嘅成長型思維，將共議計劃、共備課堂、觀課、評課呢啲視為團隊學習，透過教學或者評估實踐、觀察、優價進修、自我反思同轉化，不斷自我完善，以優化教學質素，成為專業發展嘅動力。對外善用教育局同外間支援服務，例如研討會、工作坊、大學、學校支援計劃、地區網絡，讓老師了解課程發展嘅趨勢，藉着參與唔同模式嘅專業發展活動，例如聯校活動、學校交流、先導計劃，拓寬視野。學校透過教育局專業發展學校大專院校協作計劃，我哋採取一個分佈式領導，讓我哋較為年資長嘅老師咧，帶領住我哋下一個梯隊嘅同事一齊去參與、分享同埋交流，藉此希望能夠達到一個專業嘅成長。學校透過呢啲經驗，運用知識管理嘅概念，讓學校所有校內嘅老師喺專業上都得到成長。完成今日嘅工作坊咧，我會將今日學到嘅有關領導知識啦，同埋有關課程發展嘅新路向咧，會帶翻去俾我學校嘅同工。希望我哋咧喺同一個信念底下咧，將呢啲發展嘅元素咧擺喺我哋現有嘅課程。學校嘅專業學習社群啦，同埋同事嘅共同備課咧，等同事知道咧最新嘅課程發展，令到佢哋喺工作上咧更加有信心去做。將唔同學校嘅一啲點子，好似當中頭先有唔同嘅校長分享到佢哋各科個校程點樣去配合翻課程嘅發展，其實亦都可以啟發咗我哋嘅科主任點樣去帶領翻我哋嘅同事去一步一步落實翻我哋嘅課程發展。喺學校課程發展嘅過程裏邊，老師或多或少會面對一啲嘅挑戰。教育局課程發展處會同學校並肩同行。我哋期望校長同埋學校嘅領導可以為教師創造空間同埋條件，等佢哋可以互相觀摩、交流，甚至乎做多啲唔同嘅協作等等，創造協作嘅文化。我哋深信學校嘅老師可以發揮專業精神，為我哋嘅莘莘學子提供優質課程，為佢哋嘅全人發展奠下良好嘅基石。